高雄有一个志工妈妈，伊有摕到法国煮食蓝带的证书，伊就伫个社区开妈妈教室，免费教人煮食。最近就教大家煮几啊项菜，会当提悬免疫力，简单个养生。南鸡卵汁，搁放一寡甜咸椒甲菇素来，还搁用起司。这就是母菇煎卵披萨，素来要有1寸。乌蒜头的香菇鸡汤要有杏仁茶，土豆豆腐要有饼。每一出的食材拢真普通，做法嘛真简单，不过这拢是养生料理。在电锅做保温的一个效果，它就可以达到黑蒜的形成。那这里面它有18种氨基酸，对我们身体是非常好的。换作是60岁江女士，伫高雄市政府做志工已经20多年啊。后来因先生外派到法国，伊伫法国的生活期间，学做料理，佮摕到拿大的证书，回来台湾了后，就贡献所项。我有在我们社区开了一个店，那目前也蛮多的55岁以上的好友啊，还有邻居一起来参加。伊讲做志工会使帮助别人，佮会使交朋友。即马武汉肺炎的疫情遮严重，大家会使透过简单的料理来养生，增加身体免疫力来对抗病毒。